新台病进行外科理营医师表示，自体脂肪移植有真侪优点。首先，由于脂肪是来自患者家己，所以无排体反应的风险。其次，伫无共的情境之下，脂肪移植会当互外科医师进行更加精确的调整。无论是使用移年，或者是使用自体陪伴的黏房切除后的重建手术，脂肪移植拢当改善黏房的形状，或者是大小无规则的情形，达到更加理想的效果。过去自体脂肪其实主要是用在美容手术方面，那它可以合并义乳或者是单纯做自体脂肪的填充去做一个隆乳的一个效果。那基本上因为现在的癌症的手术非常的多，那癌症的手术结束之后再重建这件事情会给女性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年纪相对来说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所以保持外观维持生活品质是对这些患者一些很重要的事情。那自体脂肪其实是可以帮助这些患者在部分切除它形状不规则或者是有一些凹陷的部分的话，可以做一些帮助，或者是他有在做义乳的重建，义乳的重建完之后他的皮肤过薄或者是有一些疤痕不舒服的情况下，自体脂肪也可以帮助他，让他的生活状况会比较好一些，因为有的时候会摸得到啊，会有紧绷感啊。那或者是如果你是做就自体皮瓣去做重建的时候，皮瓣重建完可能几个月半年它还是会有很明显的疤痕的量，那这些疤痕的量其实也可以用自体脂肪去做一个填充一个补充，其实也会让整体的手术效果更加的好。自体脂肪移植伫黏房或者是黏癌手术当中，拢是一种相当安全而且有效技术，会当帮助黏房重建甲美容亮脸的患者达到更加自然、更加满意效果，并缓解疤痕的无实症状。理营医师嘛提醒，脂肪移植也是有风险甲限制。患者考虑进行脂肪移植黏房手术时，应该详细了解手术过程、风险甲有效效果，并爱甲外科医师充分讨论。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